我哋最主要有2個全港首創嘅專科眼科嘅護士服務。第一個呢，就係護士進行白內障手術後嘅即日檢查，眼壓高或者傷口嘅問題可以即時處理，病人可以散減到來回嘅交通時間同埋等候嘅。咁第二個呢，關於護士施行嘅玻璃狀體注射服務，因為隨着年紀嘅增長啦，咁濕性黃斑病變同埋視網膜嘅病變嘅病人呢，數量增加，咁其實將部分嘅程序呢，交由受過訓練嘅專科眼科護士呢去施行。個計劃咁目的就係減少病人翻嚟醫院覆診嗰個次數。咁喺疫情期間呢，其實亦發覺到呢，其實啲病人係好中意呢個服務，因為可以減少個感染嘅機會。Monica， 我覺得佢係護理界嘅一個巨人，佢勇敢創新，對於護理服務全程投入，佢對於工作嘅付出係200%。我好榮幸可以做佢嘅提名人。